如果魔術能配合聖經故事，請點讚、留言、廣傳，令更多人能接觸聖經而信主。呢個聖經魔術係講耶穌為拯救世人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。佢嘅屍體被埋葬於墓穴裏邊，墓穴口被一塊大石封住。而家睇下呢個魔術點玩先。2025年喺香港，觀眾認為認識邊個辨識聰明呢？係李家超啊，定係李嘉誠？我認為係致勝者。睇下係咪致勝者先。冇錯啦。呢句金句，觀眾知唔知道係出自聖經邊一章邊一節嘅呢？我記得係喺聖經舊約嘅箴言第9章第10節。非常好。而家首先請觀眾將卡收起嚟，然後將卡洗亂。好，洗完啦。請你將佢好似線咁攤開啊！哇，攤得好靚喎！請你將特卡交俾我。請你選一張卡，代表耶穌埋葬喺墓穴裏邊嘅身體。好，呢一張。拉出少少俾觀眾睇下，睇得更清楚。請你由左至右數下，呢張係第幾張牌？1、2、3，第3張。請你用一隻手指將特卡擺翻好。請你數3張，揾出耶穌嘅身體。嗱，呢一張咧就代表埋葬喺墓穴裏邊嘅耶穌啦。剩低嘅卡就代表封閉墓穴嘅大石頭。好厚喎。係啊，都好厚喎。係啦，壓住個墓穴。耶穌死後嘅第1、2、3日就復活啦。請觀眾睇下耶穌有冇走出墓穴？呢張牌，好，睇下先。哇，點出嚟㗎？點做嘅咧？請將這聖經魔術分享給講普通話及講英文的親友。